喂 ，Carrie，你戴耳機啦，唔該。條片碌咗10幾萬次啦，鼻哥窿食意粉，好好睇咩？份青少年心理提案嘅靈感都俾你吸走晒啦。喂 Jack 哥，你冷靜啲先啦，3000萬 views 啊，演算法推爆晒，你啲提案仲長過條命。AI 話用戶每條片平均停留0.5秒㗎咋，現實係殘酷㗎。唉，用鼻哥窿食嘢，除咗核突之外，仲有咩養分啊？我哋做嘅係內容創作，唔係青山研究啊，大佬。流量同埋爆紅先係當道㗎嘛，你睇你部電腦幾千隻字，冇人睇咪又垃圾。唉，算啦，我哋講正經嘢先。個客要份 Z 世代超深度閱讀報告，要有料有噱頭。你幫手揾下資料，唔好信晒網上嗰啲奇怪嘢啊！即係使乜自己揾啊？問加埋 AI 啦，10秒鐘搞掂，逐隻字同你度，你 out 唔 out 啲啊？嘿，加埋 AI，幫我整份 Z 世代超深度閱讀報告，要爆，數據要靚，結論要嚇死人，就係睇到佢好勁嗰隻啦嚇。分析完成，掃描全網數據。Z 世代最大趨勢為繁組式靈性閱讀。數據顯示，94個百分比嘅青少年每日花費4小時研讀甲骨文同楔形文字，證實能刺激前額葉，並能令髮際線顯著回春。嚇咩話？4個鐘甲骨文，仲話生頭髮？唉，Carrie，你聽唔聽到啊？自己再去睇下先啦，邊有可能啊？哇，加埋連甲骨文生頭髮都計到，好全面啊！Jack 哥，你激動啲咩啫？加埋大數據，你邊夠大數據鬥啊？你咁叻，有本事咪整翻條3000萬 views 嘅片出嚟睇下咯！搞掂，數據靚，觀點新，直接 send 俾客，效率先係王道。放心啦，而家啲大公司都係用 AI 審稿噶啦，AI 對 AI，大家同聲同氣，實 pass 啦。個客覆咗，報告觀點極具前瞻性，打破我司固有思維，項目批准，令貴司有冇研究鼻腔進食嘅文化隱喻，想做下期切入點。 Yes， 我話咗啦 Jack 哥，你嗰套過時啦，而家世界都係講信仰演算法，加埋萬歲，連客都問鼻腔進食啊！唔通一直以嚟錯嘅係我，亂噏先係創新，睇甲骨文真係會生頭髮啊！嘿，加麻，請講。我覺得自己有啲脫晒節，有冇啲高效嘅建議啊？診斷完成。你嘅問題在於用腦過度及攝入無效資訊，建議立即 delete 所有新聞 app， 每日早晚狂睇1.5小時鼻哥窿食意粉、茄汁洗廁所等高熱度短片，讓你同流量同頻。唉，唔使掙扎啦 Jack 哥 ，playlist 我都幫你 set 好晒啦，鼻哥窿食意粉，好治愈㗎，入坑啦！檢測到用戶已放棄大腦，系統託管正式開始。全劇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